OK，我 start 了。OK，我 start 下邊了。我未話食啫。當然咪 topic 啊。哦，點心。就點心。點心炸餅。點炸餅。我冇想食。係咪食嘅好啊？炸餅嘅係食啊。嘅食嘅嚇。攰啊食咯。會攰。啊，接嚟食，即係，OK，即係炸雞嘅嚇，OK。讓估啊嚇，OK，Alright，等我tunggu sekejap。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我到對嚟新嘅話題。這個禮拜新嘅話題，往這個禮拜要講嘅話題就是講食點心。食點心對無上人我無上意思咧。這個禮拜往成講嘅就是講，人去食香港嘅點心。因為咱講食點心後，我甲我媽講食點心後是無定着，講是食炸茶。我講馬來西亞是叫食炸茶。了特別人講嘅即點心咧是咱成講香港嘅啦，因為咱香港人是叫點心嘛，對。對。特別無上，咱會看無上點心咩？你講點心咩？我嘛講食炸點炸茶，特別咱人不有講食點心，咱講食點心，係咱食點心，一唔是講食點心，咱食點心。哦，食點心。食點心啊！冇我出嚟冇講，往時講食炸茶，往時講炸茶。食點心啊，有本啊，有食點心有啊。點心，特別咱講食點心咧，就是食 snack 呢，食點心咧，就是掉是點炸茶，食炸茶。特別炸。嗱時講，都是啲韓國嘅話啦。嚇，呢叫做咩？嚇掉，我就是每人無上所在，日本嘛是無上，日本叫咩？啊不，韓國叫咩？韓國점심，迄個點心，迄個兩個字啦。점심是下晡段嘅 lunch 嚟。我係日本即係阿玲，嗰部日本嘅人啫。我係日本嘅別語叫做飲茶。飲茶叫飲茶。去韓國嘅人叫飲茶嗎？叫啊，飲茶。早起去飲茶，對。冇人講飲茶食點心啊。冇人冇講嘅咧，應該飲茶就是食點心咩？飲茶冇係 snack time 嚟 actually。調本冇佢哋叫做下午茶。一盅兩件咩？一盅兩件事講夾餅淡薄啦，講星期六朝頭早去飲茶嘅。特別飲茶係有時特別是食點心咩？還是去成日講就去 cafe 呢叫飲茶？冇叫飲茶。嗱，即係去 cafe 呢叫點心嚟，點心嚟，呢叫做 high tea。食啊！咱成日講緊 OK，咱去啉茶，咱冇特調講是飲早茶嘛？飲早茶係飲早茶，嗰另個隻咱馬來西亞人是叫飲早茶。食沙嗲嘛。講是食 breakfast 是早餐嚟，嗱是講飲茶咧就是點心嚟。有陣時早起是講朝頭早去飲茶，就是講去食點心嘛。叫早餐嘅，阿妹是叫早餐嘅。OK，咱看就我正 Clubhouse 會有冇副 Google 顯嘅 Google Meet， Google 啦，阿三laksa啦，有四百九阿龍加阿八劍啲，啲 Clubhouse 入邊個有BK 杜蘭呀，唔知杜蘭咩？拖回啊！衛青蕭劍虎加金培。Hello。OK， 嚟講，咱講食炸茶食點心，香港嘅 style 嘅，咱食是去到嚟食當金。搞笑咪有巴黎 style 嘅咩？去到嚟食，得一間。去到咯。點少？我人係會係先到咯。前睇下咯。邊個是大東？大東 over 係咪有嚇？依個淡薄 overrated 咯。大東。未大東半咩啥嘅冇嘢食。依 accessible 啦，but it overrated 咯。大東是啱咩有嘅？對嘢是嚟掉隻呢。一邊美國呢啲就好嘅，一邊 overrated 嘅。OK。actually 另外一間國家好食過嘅，我嘅其他世界。
但冇帶動嗰啲濟人，應該帶動嗰邊就咗。一個有之前嗰個傭兵嘅，傭兵不是就是夾一條路哦，迄網光嘅家己人嘅店啊，頂係一間啊，傭兵甲花甲無安尼逼切嘅，帶動較嘅。攏把啲網光出來是攏每看。網光。隻招接嚟。傭兵是我有常常去食嘅，因為帶動我當時上濟人啊。哦，死人啊攏，真係。是。你講我未看到呢邊喎。哦，上次講我講你先係喺 Clubhouse 出來。because 在 Google Meet 是 automatic switch 嘛，你講我就出來，講我就出來啊嘛。OK， 唔緊我 switch 我隨掉。然後但係是10幾人是大家很可當然較少人較贏。Then OK， 所在即係我想到啦，頂到我唔知店名係咩啦，我細漢時即係是到啲。所以人知我不要講嘢路名。OK， 伊是唔是 Macalister， 唔是中路，伊中，你知迄個唔是Eon啊 ，Broton Saga 嘅店頭一間邊兩個到啲伊個款係咪頭前？伊個款，唔知是伊個款人會前會咧未記 Eon 嘅位咪是有茶路咯。Anson Road， 哦是 Anson Road 嚇 ，Anson Road 係邊條？唔係 Maximo？ 嚇 Maxim？Anson Road 一間叫 Maxim，就是迄個做電機嘅對面咯。對面嘅咯。唔是，這是會計表，這是唔是？對面啦。唔是，攏聽我講Broton Saga 位，要去迄個 Francis Light School 嘅一條路。Francis Light School， 我冇發過啊。Fuck you！ 發話。Broton Saga 是到路嚟嘅。Broton Saga 唔是上喺邊兩個路咩？純粹就是被。唔是。古仔係school嘅對面嘅。講嘅咪清。Broton Saga， 伊是到中路加有一條路，中路 Broton Saga， 哈。當然唔是 Broton Saga， 伊是 Edaran Automobile 嘅，伊個是Eon 嚇 Eon。古仔真係古啊。當然唔是啊嚇。I'm no building。較來個較話。係你講牛鬼塔嘅，有當時係咩名啊？一個多了。古嘅一個多了。Equator。嚇。Equator 咪是 I'm no building 咯。一個對面咯。我未教 I'm no building 是。I'm no building 是，看我把打了誒。你看唔是 I'm no building， 伊是另外一個 building 嚟，伊些是Persatuan唔知係咩物件嚟嘅，不是上面是 Melayu 係咩物件嘅。你看唔是 I'm no， 伊是咩 Persatuan。哎呀，我啱啱開我 Google Map 啦，哎呦，我未記。我就諗講咩物件，就是迄個Setia 嘅 building 對面咯。聽到嘅是是被日本人食嘅。對。Junction 咯。哈，對，Miyabi 對。Miyabi 冇嘢啦，Miyabi 就係險險。你 OK，佢就落咗咩？險險。呢就 Macalister Road。唔是啦，自擺我就再講。OK， Anson Road，OK。Go towards Francis Light School 嘛。對 ，Go towards Francis Light School 啦。所以伊淡薄呢，伊過啊，伊Broton Saga頭前過淡薄呢，伊倒手邊有一條路，唔知是伊萬山，伊倒手邊有一間萬山嘅款嘅，萬山過啊，你彎倒手嘅，喺呢時候，喺一條路，喺邊有一間點心嘅，我特別去下面食嘅，成個我唔知咩。我唔知是咩 road 係咩 road， 我就俾看 map， 落別人講時我個吹，so 我新建山呢邊咯，下邊食了伊是安尼，因為佢食是炸地，伊是你若是較晚淡薄去嘅，你阿個9點咧你冇物件，你都要去阿個7點幾，你都冇物件食，你早起伊第興第濟人食個6點半7點是第濟人嘅。uncle auntie 嘅แล้ว企喺邊嘅，企喺邊等你出路，แล้ว嚇，所以你就是較話去，我人佢就是笨蛋，去嗰邊9點幾冇嘅啫，啊咪有啦，伊是成個你冇咪 choice 咯，一村。劇是流浪劇啦，你揸啊對，搞到流浪劇佢就是，แล้วก็當 river มัน有點心啊有。啊，當然冇咧咩？當然是北骨地咋。我唔知個喎。Song River 是食迄個潮州北骨地嘛，白色。嗰一間係咩？巴黎海，我是嗰啲我不知，較細。巴黎海有點心門啊？巴黎海有點心食起啊？哦。
我唔邊知。呢？過來邊呢就字咗嚟喎。แล้วก็一間嘅是 option 宋愛杜瓦，宋愛杜瓦嘅我知是樓推起去，你啦，Maxim 嚟啦。樓推起去，個家唔是嚇，唔是唔是，他一間我不去知道呢，我特別去是樓推起去，一個 Giant Supermarket 到樓下 basement 嚟嘅， sunshine 啦，啊 Sunshine 嘅 Sunshine，講嘅是 lip 線咧，啊 lift 線呢條，lift 線啲樓推擺嘅嘢。好似啊你。 OK 本 OK 有芋頭嘅時候，你種嘅特別物件是芋頭嘅味。誒，咱邊呢有點心冇隻咩？有嘅人有講，伊人無食夾檳榔嘅點心，伊講無。呢就我 KL 嘅朋友講邊呢嘅點心比 KL 較好食嘅就。哦，特別有人講無食。我感覺我感覺伊 quality 比我感覺 Canada 嘅點心比檳榔點心更好食。伊特別好，我是香港嘅人開嘅，我食，香港嘅人做嘅嘛，佢哋冇食，佢哋 authentic 伊特別嘅。好。OK，上個我是暑假食班達，我出聲咯，就我暑假食班達 Express 本嘅嘛，班達 Express 我都無加，Malaysia 還是中國嘅當人食來邊，我是邊加，我感覺到成個 Malaysia 嘅點心後，我要食嘅物件，對我來講就冇咩上 category 嘅香港嘅點伊心。是家己嘅味素。哈，伊有家淡薄哈，伊有淡薄伊家己特別怡保嘅人 style 嚟。伊 complain 嘅咯，伊人講佢檳榔點心未食嘅。because 怡保嘅點心是最好食嘅。哦，哦，你好食咩意思？ Malaysia 啦，你講 Malaysia 嚟啦，怡保係最好食嘅。他們屬於 based on what standard？而家就是講湖南啦。啊，OK，that's the thing 啦。意思嗰時對，嗰時講是 KL 伊 original 啦，怡保真係好食。伊到底到伊是伊味素點心是到底香港一直到廣州嘅。廣東伊唔係香港物件，伊唔係香港物件，所以是更當人物件，所以到底迄邊來較我迄邊嘅酷嘅物件，咱是叫伊是較傳統啦。對，特別後來伊是因為你就講誒 politics 啦，係了香港人去發揚光大嘢嘛，所以點心是學香港人話硬嘢。啊，誒，香港人不是講湖南，但係即係更冷嘅物成件個新加坡人 claim 佢哋見背嘅啦。你所以你點心啦，因有一種嘅講法叫做港式點心嘅，就是香港 style 點心。哦呀，呢就是學香港人做硬嘢。咖喱，我妹仔嚇，嗯，江湖人甲更等人，係咪無相咧？江湖人是廣州嚟嘅。廣州是江湖，更當是桂林 Canton 嘅，迄個廣東嘅 province。所以江湖人是更當，人是迄個到底更當人是江湖人是更當人，特別更當人唔是江湖人。對，更當人是借佢江湖人。因為記 mathematics 就咩 subset 咩字bài，特別係咩 subset。對，更當是桂林咯，係啦，江湖是喺桂林裏邊嘅一粒嚟。OK，我應該講我是江湖人，梗是更當人咧。你看你嘅做工是到位人啦，你講我聽下。廣東泰山，廣東咪是更當人咯。你是海山人啊？嚇，嗯特別我你是江湖人講下威口我係聽，拜餅。一起來咯。嘻嘻嘻嘻嘻。江湖是迄個真係down嚟阿龍嘅。阿龍，你 continue 好時候去日生。 OK，OK，Hello，我就歡迎大家你咩頭講起啊啦，就乜嘢講嘅。 OK，so 我半特別 actually 啊，無半嘅清楚啦嗱，當然無半嘅清楚啦。你講到其實江湖人本是想藝術嚟嘅，特別都是講硬嘅 technically 嚟冇嘢話啦。你講香港人是江湖人，香港人是更當人。嚇，就是我聽係咪無相咧想妹仔 actually 你無需要半嘅清楚啦 ，because 無人去嫌啊，你肯定物件啦。特別但是如果你硬愛貼下你字嚟冇嘢話啦。香港人啦，有可能是江湖人，特別大部分嘅香港人是更當人嚟。伊甲你講我是廣西啊，我是廣西啊，唔是廣東啊，啊，因唔係廣西都完全冇上過數啦，廣西是根本唔是更當人嘅就。哦，廣西是廣西嘛，呢度唔是廣東嘛。伊是江湖人本嘛？冇，呢是廣西人嚟嘅。除非講呢是更當人，但是咧要大啲廣西嘅。一個是廣西，一個是廣東嘛，對。對啊，一個是東，一個是西嚟嘅就。所以我特別再講咯，伊講伊家己是江湖人嘅事咧，江湖嗰時係咩意思？第三你未，我未第三未就講，伊是下面伊是到一個國間，佢哋國間嘅名叫咩？哦。
你是想到台山就是更大人咧，台山唔是江湖人嚟。江湖是台山是 very urban 嘅，要講 urban 嘅。啊，一時就 urban 嘅，但是你講江湖咧，呢是主要啦，是內地所在嚟咗。嗱是講你做講是廣州，嗰是番禺嘅話，你學你就是江湖人咯。邊啲有番禺就係番禺嘅人嘅咗，邊啲啲係古根燈咯，古根燈有番禺會館嘅咗。啊，但是講你做講是番禺嘅人咧，你都100%是江湖人啦，因為有首先要三個所在啦，番禺、佛山加廣州咧，喺呢三個所在咧，你會使講你是江湖人嘅，而家就是講伊是 the centre of 廣東。到咧人到底咧人講香港人聽住香港人講嘅一種嘅 so called Cantonese 嘅話啦，伊唔是廣東 province 裏邊嘅話嚟咗，伊是廣東 province 裏邊嘅佛山、番禺、廣州喺呢三個 city 嘅話嚟嘅。變咗一個 dialect 嘅咧，可能啊，是一個 language 咯。伊嘅腔、伊嘅 accent、伊嘅 pronunciation、伊嘅 grammar，嗰啲是喺呢三個 city 嘅話嚟嘅。喺呢三個 city 第一隻人啦，咁樣走去香港嘛，所以你說香港講嘅就是喺呢三個 city 嘅腔嚟。所以你說廣州人去香港啦，人講話啦，都只感覺聽下住講伊唔是香港人嘅，一個人是上腔嘅。特別你講這話，你聽下條本啊，伊咩嘅滾就冇咯。就係講伊是更大人嘅話，伊是廣州人嘅話啦，伊講哇呢度哇光明嘅前程，迄個光嘅字依家滾呢。喺香港人是冇，香港是光明嘅前程，伊冇光人起嘅。你會都你，但是如果你注意聽嘅話啦，你聽下就哦，即叫唔是香港人嚟。特別伊講嘅講話是啊。馬來西亞更大人講嘅話啦，有一個字咧，伊會就音，有一個音啦，無常嘅咧就成日講有人講好嘢，特別咧馬來西亞更大人啦，正濟啦，我唔是講無準咗，有人係聽無常嘛，所以人講唔係講好嘢，人講好嘢，係你嘢就是馬來西亞腔嚟。哎呦，你看較濟馬來西亞人有時講往是江湖人，嚇，所以 confuse 咯。對啦，你就講，若是講你係硬嘅半嘅話啦，潮州人是更大人嘅嗰種。是。對，因為潮州是啲更大裏邊嘛。真奇怪嗬。一個我知是講我特別是江湖嘅更大下真落嚟，我唔知。潮州人是更大人，特別潮州人冇甲你講伊是更大人嘅啦，伊甲你講伊是潮州人嘅。對。Because 伊是唔是更大人？這是一個 political status 嚟，就是講伊嘅所在是伊嘅個 persekutuan 是啲更大嘅政府個。特別伊嘅所在咧是福建甲廣東中呢條所在啦，就係隻山位嘅啫。特別伊劃過來劃咧山嘅時咧，伊劃入去廣東去啊。明白。啊 ，by province 嘅話咧，潮州人甲山頭人咧是廣東人嚟，特別人講嘅話是福建話嚟嘛。一講福建是到啲廣東講福建話本嚟啦。冇廣東冇講福建話，廣東是講廣東話嘛。江湖嘅啦，粵我是講廣東喎，我是講廣東。廣東咪是廣東咯。你福建唔是到啲廣東啦，講福建話，廣東裏面冇人講福建話。福建是福建嘛？福建是 province。哦。啊，廣東是 province 嚟嘅。我咧潮州是話入去廣東嘅 province 了，特別人嘅話是福建嘅話嚟嘛。因為潮州嘅山頭就是安尼水，就是掉喺一條個冇得位咯。我看到喂，這裡啊！哎呦 ，carrot cake！哎呦，反正兩個人小 carrot cake 嘅，我朋友就小 carrot cake。我食 carrot cake，伊是唔是迄個 Philadelphia cream cheese 嘅 topping 呀？伊個伊看了，我看到成是伊是 carrot 定咪伊是 carrot cake 嘅咩？伊下卡有可能是 velvet 咧。咩 carrot 可能做呢沙拉係素咧？我是冇。I mean usually 是 cream cheese 做嘅 ，icing 是 cream cheese 做嘅。對 ，velvet 不是香，velvet 看遐先來看。特別伊啲 texture 無像。因為你看伊下底食嘅蛋嘅啫，我 feel 到像是 velvet。佢咪數阿龍係講話呢？哦 ，hello。velvet 變成 carrot。伊激隻蛋嗰度，伊食隻蛋嗰度。你驚嚟啊？
我這是。誒，by the way 啊，阿 John，我係驚有畫面咋，伊名是韓誒，佬。我愛看。係咩嘢？韓佬哦，呀，叫。我愛看，你愛看你嚟 Google Meet。哎呦，我個條啲開 Google Meet，我等我看 YouTube 嘛。冇 YouTube 冇啊 ，sorry。嗱，當叫我辦啊，當 YouTube 辦啊。我等你接到我係點心。韓佬，嚟。韓佬嚟。嚟叫韓佬真出名。伊唔係猜人啊，伊來一百年買嚟啊。冇，你哪叫伊就拿買嚟啊，見啊。啊，你叫伊就買嚟啊，見但買嚟落手啊嘛，你都冇看。哦，別個我讀 Clubhouse 時有聽到你講伊叫韓佬，我唔知，我聽到講有隻畫面，特別冇聽到啥物。咁配㗎，什麼垃圾可以？韓佬。真係冇上 angle。喂，點先嚟啊咯？我就見知啊。做咩事都冇 order，什麼垃圾叫你 order 嘛？哦，babe，because 我只能講那是我去 order 嘛是 babe，แล้ว我冇ทัน try ต่อไป行咁ทันจะ只行路行嚟嘛 babe 貴件。我特登。這裡就是歪大嚟嘛，係咯。啊，就是咯，你背咯，近日人係見知啊，你就，我去叫 Korea 人講為食本來，我 Korea 邊本是冇講特別愛食啊物件，是近日人係去見為食點心嘅。是咯，有機我去叫我 fruit cake 嚟食，啊冇我啱冇食，我食點心。我去 cheesecake factory。誒，我你去嘢啦，我看啊，你。我去 cheesecake factory cheesecake 啊。咱可能你話啥？咱這 topic 嘅是特別，咱是揀人鹽嘅啫。咱面講咯，咱白白食了食就好咯。這個 topic 是佢哋食點心嘅咯。我食點心啊！誒，你食咩？阿四百九，葡萄，食葡萄。都食了了啊！嚇，你好，食了啦，冇面嘅啫。冇了啊，咁啊，派了嘅葡萄。派咧葡萄。啲我派咧咁都未食了。baru Apple be哦，你葡萄啊？我食咗嘢啦。我食咱講食點心，怎麼啷比？是嗰個時候咪就俾佢食啊？伊波嘅地好食，我想。哦嚇，對，伊波嚇，講咗就伊波嘅點心好食。伊波出名嘅點心，真係好食。哦，是哦，唔知係咪數邊嘅冇安尼好食。誒，即係冇啦，我冇贊成咯。我菲律賓咧就好食咧，特別我本時會講怡保嘅骨架好食。當然講佢仲有邊啲就好食，邊啲舊咧，我對邊啲我就食。你冇咧成，我冇講真正想食點心嘅，我這邊唔通接受。哦，我認知係因為 that's the only option for me 咯。我係食邊啲嘅物件都冇通食啊，真，所以第我嘅就是香港嘅點心咯。係啦，有人伊個做了別下水嗰個這邊，因為香港人開嘅啦。因香港佢做這兩個開嘅。我講條物件啦。KL 嘅點心我較濟有halal 嘅點心。啊，冇好食嘅咯。啊，看四百九嗰邊，未食嘅。所以我講啦，若是你 compare 伊波檳城甲 KL 啦 ，maybe KL 較濟 halal variety of 點心。That means 伊較濟較濟 choice 啊。And then 我不是上加四百九，我大擺若是想點心咧，特別愛食 non halal 嘅，我特別食杜拜嘅。特別伫 KL 咧，若是愛食halal 點心咧，有幾個地區咧是真正好食嘅。non-halal。Sorry， halal，我是講 halal。That means 無杜拜。你要有 halal 好食，你要食 halal 嘅啦。若是你要食 halal，到底好食。愛食 halal 嘅咧，有真濟位咧，有兩三位咧，我會想到咧是真正好食嘅。That means 比non halal 點心啊，會比到啦，會 compete 到啦，有 standard 啦。啊。得類。有兩會使講哦，會使嘟。嘟啦。講嘟啦。個好嘅物件唔要緊，你講嘅就好會使講嘅。而家拍廣告好會使講嘅，買鞋冷嘅好會使講嘅。是冇係白嘟。
第一個咧是sau嘟 hotel。好嘟，邊首？你手嘟嘟嚟字就好啦，你唔當你嘟，你當你嘟咯，係你條。手係咪我哋手揸嘟好，手揸。手揸嘟 hotel 是真正好食。然後頂擺咧 Sheraton。Sheraton。Penang 嘅本事佢仔會記哦，Penang 嘅Pote Shangri-La Hotel 嘅。都是出名。伊唔是halal嘅啊？我唔係食過，我唔係食過。誒，正斗只股伊整個，就去樓梯 escalator 嘅啊。對。哦，迄是 high class 上只，我係你開國檔嘅 uncle 啊，樣特別是去入面食，所以我特別是對拖嘢褲。拖嘢褲哦。頂一擺啊，當佢嘟嘅我垃圾唔是halal。會看到，我係 cheesecake。看到。一 cheesecake， 你到了未 ？OK， 我就使咧開 Google Meet Cheesecake Factory。誒，等咯，你係別使講，唔是博咁啲，你係點心？Clubhouse。阿 John 啊 ，Google Meet 誒 link 會使變啲Clubhouse 咯。啊，你變啊？但係我冇變，我但係 remove 啊 ，because 有成 random 嘅人去嘅 link 係嘛？我冇你。我叫你 Google Meet link WhatsApp 了。得咯，這都冇好玩看你小英，真冇聲係，博咁啲。Hello。我嗰時會食皮蛋啊。啊，我俾看你嘅咧。Hello。你看你點心啊？你食咩？哇！誒，等陣 sorry， 我 distract 咗我未記嘅係你 link 嗬，根本。我話你蝦餃好正。我小籠包。冇啦，唔是蝦餃啊，係你燒賣。即係你是燒賣啊？燒賣韭菜包。韭菜包啊！小籠包。有即係是係你 custard 叫咩？係咪嚟包啊？撩沙包。料沙包咩？咁佢有一下就啲啦，係你 BGK group。唔好意思，無意咋，呢是 custard 嚟。料沙包。呢是甜又是鹹咩？唔食嘅。甜。料沙包。料沙包就是呢是 custard 本是講嚇。OK。全部看了，誒，呢部料了，呢部料沙包啊，我第一見就是料沙包冇料嘅。冇撈出嚟。佢真係冇料，係咪個冇料咩？冇，正嘅料沙包啊！我貼出來，一時成個破出來，你看成個咧一肉煮刮開嘅時，咁配叫啊，咁配你講咩？有燒嘅。講叫啊？你特殊上我叫你John， 我從面我嘅 screen 嗬，我看到半件電腦嘅 picture， 特別你嘅面冇出 ，so that means 你嘅 square 咧是半件電嘅 face。呀，如果看到 YouTube 嘅人看到嘅 screen。哦。When 我 switch 嘅時候，我 switch camera 嘅時候，當佢哋咪看到我咯。有。是 because 你冇 switch camera，OK。我是路人看到就是我喺 YouTube 看啦。所以就我你先是困嘅了。係啊。是咯，落咗咩？啲大檔啊？啊，袂4點啊。4點嘅。媽媽幫冇開，未開。大檔佢開始開價只係4點鐘嘅咋？係咪開就8點鐘啊？直接。冇20集。依家是開20點鐘或21點鐘嘅。我唔是開24 hours 啊。是，比如說我頭一擺去大檔嘅時啊，我係巴士暗暝架起嚟，如果去啉酒啊，去做嘅咧時，要對嚟咯。有啲大佬去大檔。我咁配到，我條 mute 咁配嘅聲，咁配到對冚到嘅 YouTube 嘅聲，然後家己開到對你 Clubhouse 聲。我呢段啲嘢會太亂，有 feedback。我琴日，如果所謂巴錯嗰陣時大檔，如果10點阿名啊，擺明是我先。有時我係奇怪講，做咩事
我爸正反正就伊會suddenly 會 surprise you random 嘅物件。哈，第一次伊就帶我人去大東，我都唔知講有安尼所在，阮就講到11暗暝一個食點心嘅我太想嘅。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memories of 我爸。如果我爸真呀少年到80歲啊，我14歲時伊就80歲。哦，係 one of my favorite memories。上個講啥 ？random 嘅 enjoyment surprise 呢都會記。嚇。Actually that's a good idea 哈！你講你驚字啊，你要做啥特別？較 impromptu 嘅fun 嘅物件嗬，把刀來會記掉嗬。Spontaneous。spontaneous 我當然是我咪我驚去，因為要喺你燈籠啦，係咪掉了啊？打物件掉。係掉一百個時，真爽嘅。百個10個時要未定，要未啲固定嘅。嚇。阿龍啊，嗱咪講 spontaneous 啊，福建話啦，你再講下。即興就係。spontaneous 是知先事哦。即興咯嚇。哦。即興啊！即興是講更大話啦，福建話我上邊叫佢講唔嘅，我是講蛋蛋咯，蛋蛋咩做？蛋蛋唔是很時。spontaneous 就講冇 plan 嘅物件啦，學去做，就講 OK，嗱做就做，安可能。安尼意思我唔係講 spontaneous 意思。But anyway secara spontan 哈，有一項物件我愛問啊，即係點殺嘛？是我人嘅馬來糕啦，喺香港啊是真正出名啦，馬來糕。特別我唔知馬來糕是唔是 Malaysia 嘅 original， 還是香港嘅 original？ 香港 origin。是香港嘅啊。也是香港嘅人做，特別伊人 idea 是 from Asia 嘅是。呢是古蘭馬拉加做嘅時候，我咪唔知嗬，即馬拉糕嘅 origin。特別去整嘅嘢。我去整馬拉糕 Wikipedia 嚇。馬拉糕我就是咁講，我知。Cantonese sponge cake 都是哦。所以我愛問，即馬拉糕唔是娘呀貴嗬？唔是。即馬拉糕唔是嗬？香港發展嘅。發明。成日人講新加坡米粉啊，特別新加坡冇嘅。發明嚟嘅。人是甲我感覺無好食了。我媽係 favorite 啊。China and Malaysia 我這邊試試。From 廣東 to Malaysia。To Malaysia 啊。From 廣東咧，我 brought to Malaysia。別使講，唔是別使講，啊，即係489你使 zoom in 了。I mean，你成日做你 text 較大，所以我看到。我 try。你 zoom 你 text 嘅 browser 看嘢較大，哈，there you go。較大個，對哦，較大腦刀。哈，there you go，係啊，我看到，哈，OK。意思講咩？你翻譯啫？意思講沙梨。馬來有沙梨辦法，伊個馬來糕出發嘅，第頭一道是從廣東啲中，對，到啲中國啊，更當。個當去馬來，出馬來西亞哈。啊，是伊個英國人帶我人當人來馬來西亞嘅時。係咪英國人？得咯英國人。中國人。伊是中國人，講是 during British rule 嘅事。是啊。伊講第二派中國人，我嘅衰呢，我叫伊睇，我個計啊。你是別得意啊咯。第二是，伊講啲英國超嘅事，英國超嘅事，到啲第二批登山，到啲更當會來馬來西亞人傳落來。OK，來第二個咧？第二個是伊個人叫伊個當人做伊個
我嗰時係走車上。換嘅。490較好過我490好過我條。continue 490。跟住我唔知地址係咩意思個。地址是這邊講 from a British dessert，哦，伊是英國嘅dessert， developed from Castle cake。Castle cake。哦，所以冇。Castle cake 啦 ，Castle 是食咖喱台灣嘅。所以第三是伊嘅 Castle cake 是葡萄牙嘅。哦。葡萄牙 ，then 伊嘅當人夾葡萄牙嘅伊嘅粿啊。對去中國。對去中國做即個馬來糕。做蘑菇咯，去中國去馬來亞，特別馬來亞個嘢對去。只嘛，只人只你看你物件咯，係你南洋嘅呀。南洋。我知，特別呢多中國是叫咩？我知是中國。馬來糕。馬來糕啊！因 chocolate cake， 一啲 chocolate 食嘅。所以 original 個中國啊，未去馬來亞是都是叫馬來糕啊咩？乜道理？嚇對。唔知。Maybe color 上加你馬來人嘅食 ，maybe that's why 叫馬來糕。哦，呢配佢惡劍嘅呢。哦，OK。馬來糕是會食嘅。sponge 個冇食。馬太糕。食嘅。馬太糕。講句咁配講句就啲 clubhouse 咁配講句你講咩？我講香港啊，人去食炸大馬來糕是美食、黃色安尼款嘅，唔是人看到嘅 brown colour 嘅，你知？你食黃色，伊唔是成個鵝湯色。特別馬來糕是 brown 去食點心嘅，冇，你去食點心嘅是黃嘅。馬太糕是黃是 brown 嘅款。哦 ，brown 嘅是人馬來西亞。馬太糕係咩意思？I think 是我啦，before 叫馬來糕，伊個更當人叫馬太糕啊，有可能。馬太糕啊？馬太是 West Water Chestnut。哦，唔使本啊。拉格 ，OK 啦嘛，我發現 historian 去 research 下，到底嚟講 ，OK， interesting 哦 ，OK， 攏去讀啦嗬，直到都嚟講，啊唔係去 clubhouse report 攏聽 ，OK，clubhouse 或者攏開隻係馬來糕 history，OK， 點心嘅 history， 馬來糕嘅地啊，當然講到啲點先 ，OK， 馬來 OK， 我講攏第一暑假食。即個點心咪是第一暑假食誒得一味菜，得一味食。韭菜包，還是韭菜包？哦，你是嗰隻菇菜。菇菜。哦，了 deep fry 上一粒 bomb 啊，你看你。胡角。炸彈。叫做炸彈咪食。誒，咪即係有人叫炸彈嘅。有個人叫炸彈，你去點心嘅店，你是講炸彈，你是拿一類嚟煎條，叫做炸彈條。冇啦，唔是啦，炸彈啦，本嘛。哦。呀，一款成個 hand grenade 嘛，嗰個人咪。哦，啲毛毛超呢？嚟自頭破槍，但係馬來糕嘅，我把你睇到一特嘅，只地呢，OK 就講。OK，即係馬來糕下，伊是正咧是英國人啲管有人馬來西亞嘅時候，英國超下晡食係一種點心嚟。嚇，就是你 castle cake 嘅咯，嘅 theory。冇佢哋oven係咪㗎了嘛？所以近係吹。了掂馬來西亞較濟人係吹到就是椰椒加牛力。椰椒嗰是牛奶雞卵，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一個極就是安尼款做起來嘅。然後咧，尾嘅時咧，廣府人咧吼，就咱馬來西亞有陣時個有笨蛋水會香，嗰是有咧笨蛋嘅味素。特別人去到香港是笨蛋，迄是只艱苦吹啊嘛，所以就屋就啲咧笨蛋嘅物件去啊咯，所以是會食嘅咯，就是迄個雞卵嘅食安尼款咯。所以是講，伊隻 theory 是 second theory 咯。同埋講第二 theory 就是講，伊用迄個英國手嘅時，用做這種嘅 castle cake 嚇，我唔知 castle cake 係咩嚟。有 castle cake 是啥？迄個
伊像 sponge cake 呢，特别马来哥无安尼女的，伊有淡薄 Q 淡薄的咋？对。伊个内面啦，伊下巴嗰只管你成個發鬼啊！唔係講，意思講伊會做 castle cake，特別伊特別伊無 oven，所以佢係脆咯嚇。然後所以 maybe 伊 sauce 是差origin 是差唔多像佢哋。then idea 啦。แล้ว係伊特別伊個摕到對去英國，是唔是？冇摕到對去香港。because 咩是香港？冇是英國人英國手嘅嘛？對。OK， theory two。伊喺香港時就無辦單隻物件，所以伊就是純為食嘅咯，咱看到是為食嘅咯。OK， 特別有一個 theory 是講到底第二個 theory， 第三個講到底中國嘅 origin 到底廣東嘅出來。第二個 theory 是伊個啥物啊？伊個當然是亞英國人英國嘅 recipe，then 做伊個馬來糕出來。then 頭一個是伊個英國人亞當然嘅 dessert，then 變起來馬來糕。then 第三個是伊人亞葡萄牙嘅 castle cake 做伊個馬來糕。我想說你講嘅是 actually 是第二個，唔是 castle cake 嘅。castle cake 是 Portuguese 葡萄牙。OK， 了，就一兩個 share， 這是雙 share。哦，該搞呢，我有 share 這伊個電話，你拍開看，拍開看幾個看。我無明係用這個電話，無去啊嚇。無去啊嚇。我看下，我 share 掉，因為伊當人嘅號就較會看。他們是，安尼看他們物件是雞卵糕，我屬個雞卵糕，特別我無夾馬來糕啊。雞卵糕就是馬來糕。雞卵糕是唔是迄個貴寶啊？唔是，雞卵糕跟馬來糕無相嘅。雞卵糕其實雞卵糕啥激嘅呢？雞卵糕像女嘅，那個是馬來糕 QQ。無相。無相嘅，特別是相嘅。無相啦，無相。雞卵糕，馬來糕，但是你做無好時啊，你食到迄個baking soda 烤淡薄嘅，所以你絕對將搞做，無甲會食。其實雞卵糕嘅意思就是激嘅意思咧，雞卵糕。所以特別我想就講雞卵糕嘅是一種巴沙馬蘭貝一粒一粒安尼oblong嘅 shape 嚟。呀，上加貴布魯呢，特別較大粒嘅，伊較大粒嘅。較大粒嘅。有一項款嘅雞卵糕真厚嘅啊 ，like I mean very deep 嘅 ，and then 伊是脆嘅。因為就抓下，有抓係正抓的。一隻管呢佢哋是激嚟呢，佢哋是激呢，有笨蛋的啦，有不像的味素，烏糖的有咧。對，特別馬來糕無像，就是馬來糕嚟。馬來糕無像，馬來糕會較配，有成個有 QQ，但冇啥滑過的 texture 嘅。OK，馬來糕有坑嘅。人講係你有泡啊，但係是已經計意思嚟做法了誒。你若是講點心嘅馬來糕咧是無意思，就是人講嘅雞卵糕。伊人無意思啦。馬來糕有咧是有意思。你講是你是最揾得這位，thank you 啊。哦哈 ，sorry。咁配，你若是講你去香港正港嘅點心店食嘅馬來糕咧，就是三樣講嘅胖胖了 QQ 了 brown colour 嘅。若是正去香港食嘅啦，誒馬來糕是安尼款嘅。伊是胖胖了有 QQ， 伊彈口嘅款咧，伊甲人嘅雞卵糕嘅 texture 是無相嘅。所以到底點心煲有袂雞卵糕特別香㗎？我知咁配講 ，because 人，anyway 我到底我嚟香港，唔是嚟香港，我嚟美國咧嗬，我食香港嘅 restaurant 咧嗬，我較食到一種嘅馬來糕嘅咋，香港嘅馬來糕，然後我到底馬來西亞食叫做馬來糕嘅嗬，伊是成個雞卵糕嘅，成個咁配講嘅。頂到我係我係年代。本來嘅 ，because 我嘅跟當媽伊是屬於馬來糕。
我不食，我到底特別我會記紅險興出嚟時興起，到底變咗變靚都有曉咋？我細漢時偷偷食時無。會特別有嘅馬拉糕 ，is standard 嘅。Because my grandmother 食嘅。跟當人嘅物件嚟。And then 若是我去甲人食點心，若是愛叫馬拉糕，我甲伊講是一人食個了嘅，我是買食嘅。我知到底馬來西亞嘅馬拉糕係啊，我知我馬來西亞馬拉糕甲到底這邊香港人開嘅點心店馬拉糕有淡薄無相嘅。我唔知啦，啲馬來西亞我馬拉糕特別我人是。伊嘅馬來西亞馬拉糕咧我當然我唔知啦，聽到我隻馬來西亞人叫馬拉糕係啊，伊就是成個脆嘅極然後咯，了對，成個雞女糕呢，了有人叫做近日叫做雞女糕，唔是叫馬拉糕嘅。所以馬拉糕一隻叫做馬拉糕嘅時，伊食較烏糖嘅，食較淡嘅。較 brown 啊，較 brown 嘅，較 brown 嘅。KL 是叫馬拉糕咯。我聽到叫。你同馬拉糕咪講緊你咧，啊，佢開隻先就特別啊，馬拉糕，真係發死嘅。OK，等陣 skip 啊！我咪講到啲讓自家食點心嘅 item 上面，你使講攞一行到三行入面 ，OK？ 來，一人嚟。就咪講，起手講你名啦，報告。菠蘿包。哦，對面咖喱嘅。咖喱嘅面頂。菠蘿包入面係咖色嘅。菠蘿包係菠蘿啦。係butter。咩菠蘿包裏面是咖色嚟喎？我知。菠蘿包一定面是咖色。冇是伊裏面啲 feeling 唔是咖色嚟啊？菠蘿包等陣一人講，伊唔是裏面係 pineapple 咩噃？我知咧，冇人講係咪？菠蘿，我知菠蘿是。頂面我菠蘿包是頂面，伊有garing，伊有成個伊 crackly 嘅呢。那幫我對。嚇！伊裏面唔是 custard 嘅咩？butter。What the fuck？ I mean what the？ How many butter 冇可能 ？How can you put butter inside a bun？ อันนี้ก็ได้ 你拔下。冇一尺開，一尺。佢知道是放 butter，one stick of butter。對，伊是香港嘅 cafe style 咧，就是安尼。等陣，我still冇明白。你當時講，伊個板裏面是 empty 空嘅，你刮開嚟是個薄 butter 食。嚇！我講伊 feeling 喎，我是有 feeling 嘅。OK，so 呢面是點心嘅 John 聽。呢面是點心嘅，即係是係咧茶餐廳嘅。菠蘿包。茶餐廳是咖色嚟啊！你講。是茶餐廳 ，OK， 這是茶餐廳。茶餐廳是咖色，是茶餐廳是 butter。茶餐廳嘅是 butter 嘅。哦。Yes。伊會使係雞，我不食過這邊。OK， 所以冇上嘅 feeling 嘅是伊菠蘿是伊頂面嘅嗰啲 strudel。然後呢家伊 bread 冇是加無甜嘅款嘅。OK。是加正。OK， 所以特別你講你食點心咪是菠蘿包，是唔是裡面係咖色嘅呢？甜嘅咯嚇，伊食咖色嘅嘛，嚇。紅時冇係菠蘿，有係 pineapple 嗰啲啦，有紅奶嗰啲裡面啊，我唔好食佢紅奶，我食對是咖色。pineapple tart 嘅 feeling 到裡面。嚇 pineapple tart 啊，我食對是咖色。菠蘿。本來是菠蘿包。菠蘿是伊，我當時伊 texture 呢，人講菠蘿做一成紅奶 crack 嘅呢數。OK，then 菠蘿包咧。菠蘿，滷是個隻呢裡面，滷是個隻裡面上面。甜啦嚇，係啲 custard 是菠蘿。哦，custard 是 pineapple jam 啦，是講，即係紅奶嘅 jam。OK，แล้วก็ไม่ก็ไม่ปัจจัยจิ้นตัวมือบอลpineapple เลย哇！煎堆是食 on day 嚇，唔是。煎堆是你 sesame 嘅。一個級。哦 ，sesame ball。哦 ，OK。Hood。阿什laksa Golden Dynasty sometimes 是煎堆是有 pineapple jam 到裏邊。
你有韭菜當你喙齒？你袋對你喙齒有韭菜，咁樣靠？咩？我個仔，有幾個 good friend only tell you 啊嚇，แล้ว不要緊啊，咱就食了做食物件我就講 Andrew 只看你喙齒舊啊，伊喙。Andrew 有一支有伊胖安尼大，我你胖。你平常時個無睇國民睇看博鹹店，所以你唔知講伊喙齒有胖無胖 ，Clubhouse 講話啫嘛。OK， 所以when你去 refill 嘅時候，我咪會別人三粒沙律三行是個只嘅 ，up to 三行是個只嘅，點三樣 item， 五個 OK。蛋撻 and 第三咧，我頭先講咗未記嘅，有幾耐我經兩行就好啦。OK，睇你相對佢嚟講，489。第一個食嘅蝦餃、燒賣加小籠包啊。哦，小籠包，小籠包係叻咧，對我嚟講，點解我隻點心冇小籠包嘅？冇，等陣小籠包係小籠包，點心嘅小籠包是寫入嚟。你叉燒包啊，嗰時你種上海嘅有湯嘅小籠包，有湯嘅喎。是上海來嘅嘛？小籠包。你是講炒牛河啊，當劍？冇小籠包。冇，我看到，我咁啲隻了嘅當劍。哦，因為我呢啲叉燒包本叫小籠包咋，所以我第一每上489看，伊嘅小籠包是係你有湯嘅啦，嗰時係你 mini 嘅叉燒包。有湯嘅。呢啲是講炒牛河啊，快起嚟成㗎。對。489講你是個隻，OK，你是小籠包是有湯㗎啦。所以我食小籠包本有功夫嘅。嚇，怎加啫？用頭醬。有放啲頭醬，我買一頭唔食安尼款，我加伊個細細粒嘅湯，熟嘅湯，你熟嘅湯先。咩叫湯啊？有裡面嘅湯先慢熟。加了。特別小籠包真艱苦做好食嘅喎 ，because 伊個皮若是淡薄膠嚇，真係太食。伊特別 QQ 嘅。伊特別thin and moist， thin and moist。嗰條薄，嗰條女。一條薄，嗰條有水買大大呢款啊。真艱苦做嘅咧，小籠包愛好食。特別我小籠包我唔係，我到啲馬來西亞細漢時冇，我就點心時冇小籠包。個鮮嘅。你好食嘅小籠包，呢個嘅有嘅。我冇問你買隻，嚟緊邊個隻？係，我冇試到邊隻啊！Dragon Eye 小籠包幾好食嘅咯。哦。Grand Valley。And then Dragon Tooth。Dragon Tooth，sorry Dragon Tooth。嗰一個咧是啲 Genting Highland 呢度。Genting Highland 嚟。Paratooth。Paratooth 嘅 restaurant 咯。係咪嘅？Paratooth 嘅 restaurant。Paratooth 啦。Tut gone. Tut gone 嘅 restaurant 咩？ Tut gone 係是 Paratooth I think 是叫 Paratooth Die Tut 啊。喂，佢話冇話佢啊。Die Tut 係是 Tut D。OK。我問你間連珠，我問你間。從你就被捕出來。一個講開梗係算呀，搞啊，當劍，同埋講冇啊嘛，講。我買上蘑菇嘛。蘑菇未好對啊。蘑菇未好對啊。哦 ，OK， 等陣我要講咩一下？哦，冇 ，OK， 我會問到對俾半鹹啲，但係你講一項係嘛？你講菠蘿包係嘛？我講韭菜包。哦，韭菜包。韭菜包還是韭菜餃？韭菜餃是你菜嘅，韭菜包是你煎嘅。
啊，OK，其實你是三行啦，你是家姐。我第三行是燒賣。哦，燒賣，OK。489講咧，個轉個即阿龍咧，阿龍。白青。阿龍坤嘢。阿龍坤嘢啊。白青。我suka 食係你啲梅啊，是特麼上條睇嗰隻味。皮蛋粥啊。皮蛋粥啊，對，皮蛋粥。皮蛋瘦肉粥嚟啦，suka 食皮蛋粥，叉燒包喎。哦，你 basic 嗰度，叉燒包就係個按摩上咁樣。叉燒包皮蛋粥，有一個一個 suka 食伊係你菇菜龜喎。哦，其實嚇，嗱我哋講 basic 是叉燒包，叉燒包是淡薄上加，即係邊行是字，吉利，佢度行啊，你話邊貴啊？哦，是啊，sorry。嚇，咁你行險？ Because 我這幾位charging area 知道有 fan。哦，行是，我實講行險去大行，冇了。但我講咩嚇？叉燒包。嚇，對，叉燒包是 standard 嚟，但是叉燒包你去食點心，你真係叉燒包冇好食，白面嘅都冇好食。冇啊 ，standard 是燒賣哦。燒賣。有啦，特別叉燒包你可能就是食啲叉燒包真正好，叉燒包對我講是食普通嘅物件嘛。你就是食到哇，真好食係講嗬，一般行物件佢真係真好食。Actually， 我係講叉燒包，我冇叫嘅。叉燒包嗬，那是你真正好食嘅點心嗬，伊嘅叉燒包嘅多哦，伊 outside 嘅多哦，真正 refine 喎，冇錯錯嘅。啊，冇舊嘅。伊淡冇成個黏黏嘅呢，伊做法無相。按照講下你做法無相，我真有攞裝嘅嚇。對，一種叉燒包咧是一頭安尼款發嘅，另外一種叉燒包是用烏豆嚟發嘅。烏豆係咩？撈麵就是講伊係嚟整啊。哦，成個係咧。哦，麻得多哦。嚇。係，一種嘅是只油嘅。到時我去裝地好食。麻得咯。迄種嘅是無好，其實你去食點心，你就要食烏豆迄種嘅，所以伊發甲真正開脆，甲伊真正厚嘅。哦，所以嗰時食點心好食嘅叉燒包。哦，有一種咧食咧，紅時普通嗰邊店嘅買嘅雞鴨包啊、豆沙包，一種冇面。迄種嘅是普通 direct 嚇。錯對，冇好食嘅。OK。冇好食。了即個你嘅你攞嘅呢？你三行。我係三行啊，是 OK 叉燒包，豬腸粉，特別香港 style 嘅豬腸粉啊。你是係咩？你是係咩豬腸粉 ？Actually 我是 OK， 我會使係還是叉燒？叉燒，還是炸兩啊？炸兩係油炸龜。油炸龜係特別。第一重要咧是我人嘅迄三包啦，迄吉利愛迄三包。哦。甲伊嘅豆油。XO 醬下你講，是咩事？唔知蝦米來啦，迄有上加係。有蝦咩？嚇，一隻胖胖。因為梅浪啊，係你是香港冇嘅款嘅啊，是馬來西亞嘅喎。 XO 醬嚟嚇。XO 醬嚟，XO 是香港嚟。香港。XO 會係咪有 scallop 冇係咪？哦，係海鮮嘅 ingredient 嚟啊。and then 伊豆油本是重要，伊豆油本是特別麥太甜，麥太鹹。伊特別 just nice 咯。特別你無插你包係咪？你本是自家食啦。我是自家食豬腸粉 ，and then 第三個咧是雞卡。哦，鳳爪。鳳爪講 Phoenix Claws。Yeah，Phoenix Claw。鳳爪 ，OK， 我同意我聽人講嘅後，我係 favourite 啲碗。Hello， 我乜想我死到。我買蛋撻咧。一時候條鳳爪買蛋撻啊，條塔路啊，條塔路底啊。你使買
三行呢，三行上个字未字，我哋看咯。我 suka 我講價卡 because 啲點心了有價卡，若是蛋撻咧，你會使去 bakery 買，還是你會使喺大陸買，本是好食啦蛋撻，但係價卡咧是點心了咯。但我每日 clubhouse 咧，我絕對係個每樣嘅三行 ，OK？clubhouse 嘅人咧 ，clubhouse 嘅人總共有幾個？小劍湖，小劍湖，小劍湖嘅399個電話，小劍湖咧，你誒？我是 suka 食蝦餃，甲有一個是真少馬來西亞有通食誒，係你牛肉丸。哦，伊牛肉丸呢啲係白菜嚇，伊係粗了白菜嚇。啊，你伊牛肉丸內面有係成個金包嘅。哦，咁配，人哋看食香哦。真正好食，我。伊是叫做咩？叫咩名？你到香港食係？我香港哦，到美國位。叫做咩？伊叫做 beef bone 啊嚇。啊，對。牛肉丸 ，OK。Standard beef bone。冇通買咯。你係下咧阿毛豆油嘅有下咧。係 Worcestershire sauce 阿毛豆油。我感覺伊係阿毛豆油。Worcestershire sauce。我一邊就買出對是伊一啲是要係 napa cabbage， shred in napa cabbage 粗到啲頂面，攞粒是三粒誒肉丸到啲頂面脆嘅。Fish ball 不是安尼款嘅。OK， 所以你講咩？頭先你講咩啊？肉丸加咩？頭先是講咩啊？蝦餃。蝦餃肉丸了。第三咧？第三類啊，應該是啲腸飯咯。你食個隻就裝係蝦 ，OK。蝦邊會使阿少邊會使 ，OK。三叫咧？我會使四行哦。三行性啦，談先。三行一個獨端嚟啦。因為我係去到點心嗬，就是即四行成點心。哦，OK 講，會使下四行嚟講。你 standard 嘅。standard 啊，條條愛食，條條愛成點心，然後串嚟過嚟嘅，就是即四人袂使走嘅。所以就是我就是係燒賣，條條愛嘅，叉燒包條條愛嘅，แล้ว蝦飯腸，腸飯啊，豬腸飯啊，ยัง叫飯腸嘛，แล้ว八腸飯面係咩？腸飯腸是歡腸。飯腸係歡腸。Then 第四行就是蘿蔔糕。哦。蘿蔔糕，我冇食過隻。蘿蔔糕。乜嘢？蘿蔔糕有哪種啊？是脆。脆也是菜，我愛煎一啲。哦。愛煎的，不是菜，你就把它是菜。 pan fried， 唔是菜。是煎的，唔是炒。炒係嘅，講成個人係炒龜甲啊。對。我講嘅是煎。拍派隻係炒龜甲。啲龜地咯。龜地。OK， 這裡小哥呢？小哥，個小哥是個隻咩？你三行點心。鹹水角。我是個鹹水角半。蝦米嚟？鹹水角，伊是成個豬鼻嘅，個卡豬鼻包掉喺裏面有成個有豬扒。有叉燒落嚟邊嘅嘛係啊？伊唔是叉燒啦，伊是豬扒。叉燒是白嚟。巴錯啊。something like that。巴錯嚇。伊唔是巴錯，是巴粒，用是切成個巴粒呢。伊唔是講是 cube。有咩些是係叉燒嘅咋 ？Maybe 啦。特別我知係較濟唔是，伊唔是叉，伊唔是無叉燒白味啦，伊是成個鹹鹹淡薄油胖胖嘅。伊唔是 heavy 嘅咩？我直接感覺鹹水角啦，你唔是 heavy 啊？是 heavy 冇杜巴啦 ，maybe 有冇 heavy 啦？有啊，哦 ，OK。有杜巴嘅，杜巴。有杜巴。攞鹹本有。鹹水角。係必須四粒嚇。แล้วกำพุยไม่ใช่กุยไหม唔係未必能叫做กำจุยกัก啊我唔知喎，等陣我唔講。伊成個伊嘅皮成個轉像冇煮嘅那一皮，特別有煎過。特別煎。伊 shape 是烏角嘅 shape 呢？
伊皮甲尖堆是差唔多像嘅，特別伊內裡面餡是無像嘅。你邊係喊？伊鹹，伊內裡伊係餡。嚇！我想佢裏面嘅係喊嘅啊。個有半香餃，一大隻大粒嘅dumpling。裏邊有seafood，有係咪嘅？一粒爾嘅，大粒嘅。哦，我咪食過喎。你講下 describe 叫咩餃？灌湯餃。灌係咩餃？灌湯餃。哦，湯灌係是半。灌。KUN 啊，灌啊。嚇，罐頭嘅罐啊。灌湯是湯餃，我是成個。裏面係咩？伊個皮係怎？伊皮係咩？伊皮是迄個雲吞嘅皮咯，但伊真係大粒嘅。雲吞嘅皮。啊！伊個唔是成個係，伊個唔是成個係小籠包嘅皮。上半無安尼定，無安尼厚薄甲薄。小籠包嘅皮就薄呢，你知哦。我嚟 explain。哦，你講係 crystal 係咪啊 dumpling 啊？唔是灌湯餃，係你灌是係你灌水嘅灌水嘅灌水嘅灌。是罐咯，罐頭嘅罐咯。唔是。哦，罐都啉水嘅罐。灌嘅灌。伊成伊皮是甲迄個雲吞嘅皮，差唔多正像，特別伊個薄淡薄咧，伊是真啊大粒嘅，伊係比一個胃。伊 OK，你imagine小籠包嗬，伊是大型嘅小籠包，特別是雲吞嘅皮，你食個一樽河滷嘅，伊規個湯真係滿嘅，然後伊哦，掉用 straw 啊！แล้วที่จะละเปาเล่มุสลิมอุจจาอุบาย要當薄白呀，特別有上海嘅係咧，都要用 straw 裡面啊，上嘅，因為咩啊用冇 straw。我會 try search 佢話比較 search。啊，John 我係啲阿摩用 straw 裡面。阿摩出有咩嚇 ？GOON。哦 G。Hello，good morning。繼續嚟。繼續嚟。我的士。我的士，我去 KL 啦，我去 KL 啦。JOONG。No GOON。GON。TONG。啊，我除掉啦。哦。What's that？這是灌湯餃哦。因為而家成個大粒嘅小籠包是大籠包嚟，是大籠包。แล้วอีก就係海鮮嚟嘅。對面是小籠包，係大籠包。Monster size。我唔係食，我這是上海物件啊。無，這個攏愛去正港誒香港點心。哦，未記之咧，我是個之咧新竹卷。我是個就係新竹卷。新竹卷啲，fried beancurd。啊，你幫我住阿 Joy，阿 John，上嚟 selection 是冇教嘅啦。second round，阿 John 冇。啊，未講了嘅，OK，咁未講了個。啊，你哋上嚟上面，你灌湯餃咧？呢個是你 fried turnip 啊，黑見。叫 fried turnip 叫咩名 ？fried turnip 唔是菜頭粿啊？點好運？冇講 fried turnip 就是蘿蔔糕啦。唔是蘿蔔糕嘅，呢是叉蘿蔔糕 with XO sauce。Oh yes。點好運？是像叉龜甲嗰啲啦。就是叉龜甲咯，叉蘿蔔糕啦。係，我這邊冇，我這邊冇睇隻 XO，意思叫做忘記叫做 turnip cake with XO sauce。對。嚇，特別叫咩啊 ？Cantonese。魚香糕啊，就係龜落嚟叫。XO 醬。XO 醬蘿蔔糕。嚇 ，XO 醬炒蘿蔔糕。是蘿蔔糕嚟，冇上嘅做法。應該是叫燒蘿蔔糕啦。誒，
这个咱们问看这个华德斯录的呢，录的三项點心最好食。最好食呀。蝦餃是咪？哦 ，classic。普通咯。了。糯米雞。哇！哎呦，我個愛啊，我個要換位你笑。你時啊，佢哋整隻係咪？我就是想喺經糯米雞，แล้วก็經你放風手。Okay. Then next round next， 特別我講我三項先 ，OK， 我三項先，我係三項，等我想下 ，I think 追條嘅，潮個條嘅，燒賣，我較要緊，蝦餃我冇咩要緊，燒賣要緊，加鮮竹卷我是個隻，係鮮豬卷。Then 胡角我 OK， 我冇食，我啲上講嚟先，我只照咧都會叫下面嘅聲啊。我冇食包。我哋招呢？鳳爪咯 ，maybe 鳳爪 ，OK， 鳳爪。我就你歪梅啊，路人嚇。番椒醬啊，有重要，食點心。冇重要，冇食番椒醬。有見辣椒油，我是節有見嘅咯。你是食番椒油還是chili sauce？ 馬來西亞是chili sauce 喎。冇啊，我是chili sauce是辣椒油。我是真有見迄個Kampung Go 嘅，Kampung Tut 嘅 chili sauce。哦，所以馬來西亞 chili sauce 啊。是啊，我冇咖喱嘅。有咖喱嘅係你Kampung Kok嘅 chili sauce 有 with 咖喱嘅，咱嚟這邊嘅點心嘅嗬，伊是普通嘅 chili sauce 嚟白號嘅。我冇想嘅 ，OK， 這是無，伊這無呢透明，伊唔是清清嘅，這是淡薄，伊成個番椒嘅醬，你看，伊無，伊成個咧sriracha呢款嘅。咱真濟人咧喜歡食迄個甜醬，嚇，甜醬啊，甜醬。我冇咩食噶，甜醬。有啊，甜醬有唔是啊，特啲有 chili sauce 甜醬嘅嘛，落行。冇啊 ，usually 食點心就是。嚟，我嚟。冇甜醬嘅啦。你啲冇甜醬嘅咩？冇，甜醬是巴生嗰種甜醬。有喎，我知有喎甜醬。嚟啦，學咁配唔係學生叫講，生叫嚟解釋啫。來，我是大檳榔大漢嘅，我冇大 KL 大雜味 ，OK？ 檳榔是有甜醬嘅。我只係有。我盡細漢食，我大生日啦食，冇有好多甜醬。對。OK？你是講你去大東食有甜醬喎？有。大東是嗰一間，我去開大萬不加加，特別大東我唔係去。我個整個一間咯，我個你講係。Maxine 冇是有甜醬嘅。Maxine 是大萬不加加。你係你 audio high quality 有真呀 blur。我裝 high quality， 我用 AirPod 了。你嘅 Clubhouse 嘅room 嘅 quality 啊 ？Clubhouse 裏面。你訂咧3點就啲頂面。哈，了。了你話你 audio 嘅 quality。去 high 啊。嚇。嚇。確較平哦。唔知。我裝baru high 了喎。較好淡薄。是啊。伊買嘅數啦。我用 AirPod 了喎。伊就是伊 AirPod 嘅數，所以步步一下。OK， 白緊伊用 AirPod 嘅數 ，OK 講，白緊 continue。了，如果是去香港嘅大樓是無好多甜醬嘅。嚇。香港正港嘅大樓是無甜醬嘅，所以是講我大 KL 啦，我去嘅個了，不是有甜醬嘅喎。嚇。hotel 又好，還是大樓好，冇是有。特別如果是正去香港，因為我去香港嘅時，我是去迄個正港老店吼。個了是無甜醬嘅。有番椒油哦。有好多番椒油呢。嚇。特別有好多嘅 mustard 嘅醬黃色嘅。係你是滷叫燒肉嘅是伊好燒肉。
啊，我諗住邊是打包好路誒，你只借落嚟打就是有嚟 Canada 啦。我那是 high class 嘅地區嗬，夜醬嗬是擠出來好路啲落夜盤了誒，那是較 low class 咧要一樽一樽嘅。好，你家己訂。啊，訂家己訂，呢個較 low class。你成間人訂你就買 burger 嘅大味，轉嘅 chili sauce 啊，係你唔會食啦，硬食嘅滾啊。你 ketchup 嘅 squeeze bottle 嚇對。要訂佢哋啦啊。對，對，這邊即香港人開嘅點心本是無地醬，馬來西亞都有。應當我會記，我細漢嘅時我會記，這邊是我會記到有地醬，就是我人較就是運細漢囡仔較就是運地醬呢。你食你燒賣係咪個是運地醬嘅？安怎有人無哈？就居然唔捌聽過有地醬嘅，這邊甘配。你有個轉過 ，maybe 是甘配一人嘅。哎呦，原來是盧呢？你巴海冇嗎？甘配原來是人呢？哦，巴海有盧咩咧？甘配路有盧咩？盧咩係咩？哎，那，我這裡黃達斯咪是講冇咩有地醬。別人可能地醬，正做人食地醬。囡仔嚟，囡仔。我不知過咗，原來 I'm sure 有。成個三十叫講嘅呢。哈。OK， 來，咱講第二 round，頭晚頭一 round 無講到咪講嚕八點鐘。哎呦，我有四項喎，會使。講會使講。maybe 我話你。แล้วรู้ใจ係你แห่salad 醬嚟แห่蝦卷咯，係你煎 deep fry 嘅啊。蝦卷啊好呀！你 salad 嘅 dressing 啊，哇！我真係食咗你。要係你 salad 嘅 dressing 嗬，會使訂一個啊，我就是日一個半嘅訂啊。誒，安啲上路啊，都訂一個。係安啲。誒，兩行，你食阿你 dress，你食阿隻蝦卷嘅時候，你俾攰粒割嘅了摸摸啊，你就。誒，等陣我妹咧，我學的士講啊嚇，你頭先冇講唔係緊，個計講曬，我咪 mute 伊啊 ，because 伊嘅 GPS 我睇到，特別 before 你 mute 一定話超咪可以當上啫。你講你 GPS 嚇，你講你個計啥咧？蝦卷咯，蝦卷，我邊時時間就蝦卷。then 俾咗矮，你一個攞行個。蝦卷、蝦角。蝦角係咩啊？哦，蝦角是，喲，一陣落地呢，可能嚇。一包上雲吞嘅話呢？哦，包雲吞呢 ，OK。成日教我講你啦，條。炸啦，係我時間係炸。伊本是換成個 salad 嘅 sauce 嚇。係你少講。對。哈。了，嗰一項。哦，蝦卷、蝦角。哦，豬腸粉 ，OK。哦，原來是叫蝦角啊，我都唔知本嚟咩啊。你叫蝦雲吞。用機。我係機呢。OK，咁事啊。แล้ว你จะmute 你買啊？แล้วก็มีเท่าที่ GPS กับวันพักก่อน GPS ก็กับวันพักก่อน turn right 你寫字啊，話車 please 你問兔小姐แล้วก็ก็講四百九大包大包點心會食咩？唔是嘅路邊會賣啊？有啊！哦，大包是我聽到是麥當勞出嘅時，我是想講，麥當勞是大包就是 Big Mac， 我就是想，對我嚟講啦，是麥當勞是大包就是 Big Mac 嚟。OK，嚟你講大包了。大包等個蝦米。嚇？蝦米係咩？我唔知蝦米係咩。伊是上加蘇米特別蝦米咯。哦。蝦啲頂面。哦 ，OK，我冇咩食 ，OK， 你好。哇，有真黑隻，我暑假。鳳爪。
本好食。OK， 你想到就講出來啊，一道 second round， 想到就講個了。排骨對，包豆豉排骨。這種飯。咁配都未講到你三行過啊？四行冇我未講過，等我講個了先。你講你頭三行講啊未？未。哦，OK， 等，你講先。叫上誒，你坐到去，你就要叫上。嚇 ，OK， 你講，當然你講咁配。豬腸飯係你蝦飯嗰時哦。豬腸飯係啦，蝦腸飯。係嚇，了胡角。咁啊咁杯，都接住咧。胡角咯，胡角，了蝦卷。嚇。三行了個蝦餃，四行。胡角蝦卷。加蝦餃，你喎，唔要緊，我屋有胡角，唔要緊，免啦，對你是 unlimited 啦，就係講啊，嗰個排骨咯，排骨 ，OK，來，都，誒，人誒係你來啊喎，伊名咪去啊，意思是就名咪啊，到底係你夾下水誒意思，有畫面啊？伊話是意思咯，我知啦，有畫面啦。意思哦，冇，帥氣，伊冇畫面個。來，你畫面名咪？影住你。瞄掉。哎，他昨回啦，我甲伊講着嘛。伊是 accidentally 彈掉嘅嚇，特頂面。冇啦。特別伊個 video。伊是未聽到路，要 mute 掉，unmute。嗱，因為你困車時候未困過意思。誒冇聲啊 ，unmute， 你彈你麥，哈，有，係啊，我看到這個畫鏡地講起來，哈，你畫名咪？我，哎，到頂陣會啦，唔是講啊。就是講你起來時，你咪講。顧一幫嘅事，你都叫我意思啊。意思唔是福建名喎，意思啦，這個快聽，幾意思？有意思。古邦。嚇，最細漢嘅時人叫乜名？我嘛是叫我兄啦，我朋友是叫我兄弟。啊，你唔是福建嘅咯。兄弟，等我上環就先，浪仔啊哈，咱上一個到上環。我海名就是吹臭嘅，是綠樹啊哈，你個基本上是笨啊哈。真受苦，OK， 我覺得我上條咪地殼，我係鮮地殼，有咩？我看伊鮮地殼，伊鮮人嘅地殼，鮮地殼，伊名鮮熟菇，我覺得鮮地殼。了，你是個食點心係咩物件？我特別我禮拜買是蛋撻、叉燒酥，個叉燒酥我未記，叉燒酥，對，好食。頭先我成日會去做嘅，嗰一個你好做啊？你做人嘛，真容易人嘛？你自己好做叉燒酥嘅呀？是啊。喲，你應你講，我被白謝啊！隻人，你自己做蛋撻本。真容易人嘛，蛋撻一點鐘就搞掂啦。哎喲，你講咩第三行？嗰一個你叫咩啊？是咯，我都未記啊，叫咩啊 ？Describe 鹹水角啊！第二鹹水角了。第三行咯，鹹水。第二行叉燒酥嘛，第三行鹹水角咯。對，喏人即係夏威夷嘅香港本講。到啲 clubhouse 有Philly Pepper 啊嚇，伊本講自家食鹹水角。我都平時自家食鹹水角好食。你到底嗰邊有點心好食啊？英國啊？冇啦，你喺陸家倫敦嘅好食。你較自己做？倫敦嘅好食。對，但你去過啊Canada 哦。我覺得 Canada 好食。哦，有啦，有 Canada。香港人啫嘛。香港人講啲好食嘅。是咯，我暑假喺 Canada 嘅，差唔多幾間我都去食點心。我嘅 city 有兩間食
點心嘅有兩間，一間是香港人開嘅，一間是廣州嘅人開，特別伊會薄伊會紅無羅蘭姆是羅蘭姆是伊唔是廣東嘅啦，伊唔是香港人啊，特別伊是廣府人。話講真啊，你去加拿大覺得佢白會嘢疏疏呢？是咯，我本時安尼款。冇啊，London 你好似啊，still for 我哋好似啊，點心是 London 加香港。看啦，都看地方啊。是啦，近確講啊，諗係啦，冇食嘅啦，冇佢講都貴London食嘅啦，冇講貴香港食嘅啦，冇講貴本地人食嘅啦。即係西京嘅原本只係錢嘢好食，錢嘢好食。有食過 London 嘅啦，London 是無錯，比起我人 Scotland 嘅，but 如講我去加拿大過後，我覺得加拿大好食。你去到是邊 Canada？ 講嚟啊，撞人嘅使梅了，伊個係มั้？但係你講係มั้？伊個 uncle 嗬？注意。萬光嘅 uncle。哦哈，對，嘿，萬光，你係 uncle 嘅店啊？你是 uncle auntie 唔知你家己人嘅店點心嘅，到底咧大檔嘅貴幾間嘅是咩物？你若是會起來咁樣講，未起來到底邊一拍喎？你去迄個叫梅花區會去拍啫。人講經梅花區嗰邊。伊會講。誒，嚟啊！萬光，你話睇下。我諗真好睇，我今日嚟 office 做工。哇！萬光啊，你是一個家己人，到底萬光，到底大檔嘅邊啊嘅幾間有開點心？嚇，是哦。茶樓。係咩嘅？幸福茶樓。哦。是新開哦嚇。是吧？你最近 refurbish 過哦，10幾年前我冇做了。我記咱捌去邊食過，了你往時打下手係什麼？我記嗬。我到邊做工嘅嘛，part time嘅嘛。哦。做 cashier 嘅。嚇。對，幸福茶樓冇啊啦，當然。90幾年嘅事啦。我請。拜拜。哦，咁即係準備走啊！我咁唔是489。OK，拜拜。Good night，不唔掉喎 ，Good morning 啊。係啦 ，Good morning 啊，使去食點心啊，啷？啊，那會使食點心咩？嚇。6點開嘅嘛，唔是？幾點開？我講馬來西亞唔是6點開嘅咩點心？大檔開啊，對。大檔開。誒，講下啦，呀，邊幫講啊？你記，你。同埋我係講係就落後邊未記啊！你 Anson Road 加 Perodua 嗰邊嘅後尾邊嘅一間點心嘅店就你知哦。我伊外口伊招牌係就隻鐵觀音大大嘅牌。OK，伊說伊是伊到底 Anson Road 萬山誒一間萬山到底我喺 Perodua 邊啊貴多少邊咪是一間萬山嚟了。伊萬山隻貴就彎到手啊！了，正手邊就一間食點心嘅，一啖唔知你記名。萬山隻貴彎到手，上迪 road。好厲害哦！你正手邊有一間開賣點心嘅店。嗰邊有咩？嚇！我細漢嘅時啊，即有可能是唔知當今變咗名叫，我是唔知啦。I think 就古啊咯。上迪 road，OK。你識得就條路名。OK，嚟光你3項要緊，特別 order 嘅4項咩使？點心係咪？要緊咩？燒賣排骨、糯米雞。哦，快都唔笑咩？之後出來。人 well trained 就。伊冇頭就直接拉嚟下邊叫，特叫啊嘛，這幾項。我唔是叫佢去嘢。哦。你自己去嘢。燒賣加工咧嚇，加工，你3項，還是4項？嚇，雞卡、鳳爪。雞鳳爪。嚇。加蝦餃。嚇，加隻蝦餃佢。我知我那是去。
冇聲嘢啊？講啊？Internet 冇邊好時候，佢講句係一對去嘅。原來冇水。你講句嘅，我那是蝦餃，我那是去點心啊，頭一項物件我是叫蝦餃嘅。那是迄個蝦餃好食，但 miss 加了好食。哦好，伊是成個位叉燒包呢，standard 嚇。了？加出了。了好食，你佢叫咩？我食前物件，我唔熟我用豆機做嘅，你知？副嚇對，先竹卷。嚇，我熟安尼物件。迄個面殼誒，伊包條有隻是sauce嘅 sauce 浸入呢嚇。了？伊 internet 冇咩好事，所以佢咁對啫。Hello？膠白，講隻膠白，是覺得膠咩？膠咩？9唔搭8。膠白啦，膠亂啦。膠亂係咩？冇是完全冇。哦，伊係邊個膠？伊個膠，伊膠亂咧 mute 掉。膠啦。加工嘅膠亂咧 mute 掉。So 啊 ，OK， 其實咧，別人就是講到冇講到，會使隨講啊，就是人。你家姐咪冇講到過，但我係先地課講嘅是，我想到就是係咯，係叉燒酥。講伊名是日本老阿伯，日本老直，日本老伯。你使叫老阿伯啦，呢個冇安尼老，咪使叫佢老阿伯。日本阿伯啊，對，冇人是講啊，定是人講啊，未使講嘅是人是講伊叫伊人日本老姨啊，即叫做日本老直嘛，唔是？哦，日本老直 OK 啦，老直 sorry 老直，老直 OK 啦。叫情官嘅老直咧。對，情官老直。情官老直。because 是以前伊嘅 Q。情官老直 OK， 情官老直佢用記錄去 clubhouse 佢以前啲 clubhouse icon 是情 Q 啫嘛。情官老直 ，OK。講啊，日本老直啦，其實人去日本老直。先地課本是啱冇，伊嘅 Q 開起來是冇地課嘅，伊獻起來情官就是獻起來。OK，當今錄就是你情官老直一類。嚇對，誒嚟就講上條會講無補充到，讓大媽自家隻係咪嘅點心嘅？你人會記哦，係咧有包食片嘅雞啦。好似魚翅。魚翅餃，你會好食？魚翅餃。問講咩？冇啊，講兩頭我有講到魚香哦。冇啊，魚香嘅點心啊？魚香有點心？魚香有點心？誒是魚香？魚香是賣餅啊？抹油。抹油層餅啦。誒是唔是叫魚香？魚香對啊，係你新界文山、新界頭文山對面嘅。係是唔是叫魚香？是啊。Campbell。伊唔是唔是魚香抹油嘅魚，伊是魚有魚嘅魚香。哦。我叫魚香。哦。咧要做伊做了也點心係咪㗎啦？一個做豬叉嘅麵啊，你開物件。哦，我知啊！意思是唔是講下邊有一間文山嘅對面咧？對，文山對面。嚇！伊文山是只老嘅文山嘅嘛？對。伊講伊對文山對面是一間青色嘅藥房，迄個厝青色嘅。我知 OK， 伊兩間店接掉。嚇！แล้ว你使叫我伊簽入去，我說阿妹使去食豬叉，我知啊。對，阿妹有豬叉。嚇！我捌食過，我唔係食過點心，因為真 popular 嘅。我食過阿妹呢，我冇食過。伊是半暝殺你嗬？冇啊，伊就 normal。早起normal 點先食 OK。你我會記。我5-6歲時咧，我是外公做我去食嘅，伊敢若做早起呢。แล้วI think 條尾硬條尾啊！16尾硬啊！哦 ，sorry。有特別我 unmute 唔到 ，sorry。OK， 王光，你講嘅伊個我記講伊有成個學你注意 hot water station 啊，你看咧，伊去學你去。天就煮嘢，學到家己行煮。後來阮家己行煮啊，古早是樣嚟。對。頂到是啷個食點心嘅 etiquette 就是，你被天煮嘅時，你就被夾一掛開起來，一大個嘅掛。夾掉。嚇，
話你無限了，就要家己嘅去 station 嚟嘅主要。對啊，就同時家己未無限輸人人。講地無暑假食。哈，OK，哈，等陣咪。唔係講無地暑假食，我係講一個是，我到馬來西亞我無食到嘅。你 BTR 你看我擺落小呀，我真少念嘅，即個是我喺香港食到嘅，伊是叫豬潤燒賣。豬潤燒賣，即是杜關來是哦。嚇，杜關來，แล้ว中午咧是伊成個燒賣內裡面裝個脆白咯，特別無皮嘅咯。我冇講真好食。是我，因為我去香港嘅時候，我定咗坐我去一間，伊是叫香港嘅話使講嘢名嚇，蓮香樓，所以伊是樓真嘅樓隻擺嚟嚇，伊嘅店咧冇是樓款嘅 ，OK， 伊個啲到嚟香港，伊啲用下啲車塞嚟嘅，然後你冇就是 expect 嗰種香港嘅 service 嚇。做工㗎了是老人㗎了嚟，伊嘅點心是換也是種這種老款嗬，人到馬來西亞唔捌食過嘅，所以這個是我嘅 memory 第深嘅，伊嘅這個豬潤燒賣。你是講伊是我要 try 看伊形，伊邊啊隻白白係啥物嚟？白脆咯，伊就嘛。白脆，伊成個豬燒賣係。脆，伊是黑白嚟嘛？哦，伊是黑白參白誒嗬。黑參杜白，上個你燒賣是黑參杜白嚟做嘛？特別無皮嘅咯。我等幫到可能看啦。OK， 然後伊喺你邊啊是攞地杜關。攞地杜關。哦，伊上個吉辣你看到冇？冇香，shining 哦，油誒。油嚟咧，伊也去 steam 嘅。哦，伊成個真好食，你伊杜關係小色嘅定哦。冇誒，即係杜關是嫩嘅，真好食。我同你講，所以我講，我食過一頭呢，我就哇，梗係好食嘅啊！我除冇啊，到這邊除冇。然後英國另外一個嗬，伊嘅燒賣嗱點是有鵪鶉蛋嘅。哦，誒，係你燒咗，我只茄咗，伊係無白哦，裡面。一有包條啊，一包啲辣鏈味。OK， 包咗啲辣面鵪鶉蛋，咪就攤有一賣所在，咪是無吞無咪幾包啦。一包冇呢隻，特別伊用鵪鶉蛋啲辣鏈了，แล้ว伊嘅馬來哥換嘅，我食過呢隻咧馬來哥話，伊馬來哥是最好食嘅，我你看伊上面，你看到伊嘅坑哦，伊嘅坑就係。講嚟啊，咱每隻講就知啊，馬來哥加幾內哥。I think 只講會曉 explain 真係行物件。只講 connection 個無咪好事，可能講個嘟嘟嘟聽，我咪對開去。哦，是咯。出頭死去啦！冇，我咪講嘅就是同我人講，成個你咪叫頭一項物件咪叫聲嘅，你咪經驗你定位啊，你咪食你愛食物件啥物物件，到底點啥物？叉燒包 ，actually 我係講叉燒包，錯啦。最主要都是講你名聲點名聲，即是佢哩啊嚇。我是無暑假食燒賣嘅咯。controversial 冇 ？controversial， 你是去食點嘅啦，你唔使心啦，你自己一隻蝦餃燒賣，你咪是點嘅咯。蝦餃 because 我買食 prawn because 我係 cholesterol high 嘛。So but 燒賣我 definitely 我是 not my first choice。你係咪全部家姐講嘅？所以係食下樓嘅點心咯。誒，你全部家姐燒賣是係咪數 ？Because of the taste， 唔是講sorry。你冇家姐杜巴？是咁配啊？唔是，我暑假食杜巴，特別我是冇暑假食燒賣啊。我真係暑假食杜巴，係比所冇香嘅。油冇啊，油你喺邊？唔是，我是無暑假的 whole thing 啦，like the texture。OK。你叫我冇插你都未 rationalize。let's memo share 好玩。OK， แล้ว 你咪接我冇接我個答到。แล้ว OK， 一行就好啦，搞到人一行就好啦，放咁啲。叉燒包。我冇食叉燒包。OK， 三laksa。unpopular opinion。Asam laksa。
你冇掉過，你冇掉過，咩啱嘅未記佢就對係。馬拉糕，我哋笨蛋嘅馬拉糕。但我講嘅嚟估，攞那時馬路嘅，講下咁馬路咁。Clubhouse 人啊，馬路嘅接嚟啦，那時攞馬路嘅聽佢講話馬拉糕，我哋聽放出來 episode 時頭40個50分鐘，讓佢聽話馬拉糕嘅 debate。OK。你誇張佢50分鐘。47分鐘啊 ，please 咁配。是咩？我叫我睇馬拉糕。啊，清官咧。但是如果就伊人唔是有一個叫咩叫咩華語叫舌頭，咁叫咩啊？即字啊？啊，是嘟嘅。嘟字啊？啊，應該是。哦，有嘟字本嚟啊？哦，點心那邊。吹嘟字，哦，唔是啊，係你好，long lose，哦，唔是。Beef tribe 都兩隻。嚇，點解紅油時候就 beef tribe？ Canada 我諗有一項，我諗叫 Guts and Glory，就是講了係嚟巴多啦，係嚟嚇八嚟，八嚟，所以你只叫 Guts and Glory 呢，伊人知你愛食係咪？伊人有一個一項款啊，特別嚟邊正食。所以清官是無暑假食肚子咯，冇食字，我你冇食八嚟㗎啦，物件冇食。啊，阿咪物件冇食。OK，但我你即係博咁啲講嘅係叉燒包 tribe 叫做係咪啊？我唔記得。 tribe 係咩啊？tribe 叫做福建話，冇廣府話叫做廣府話叫做咩啊？都是未記啊個嚟。牛百葉。啊，應該是牛百葉，是唔是啊？牛百葉是伊嘟嘅巴多嚟。牛腩啊，唔是咩？唔是，牛腩是咖喱，牛腩是咖喱。伊講嘅係巴多。冇食啦。冇牛百葉是 basic 嘅 ，OK？ 牛腩是 brown color， 伊是肚多嚟，肚多不啦？牛多。牛百葉要牛攞嚟巴多嘛，這裡是錯嘅嘛，伊成 sponge 呢，哦是嚟巴多嚇，所以牛百葉是迄啲 basic 嘅錯可能。成個 sponge。嚇，伊成個 coral 啊呢？對 coral 對。對，係是你曉，你是你曉，清官。是對。哦，所以冇食隻牛百葉。其實我這種牛百葉啊，有人食隻一切。我切我個冇咧食㗎。伊成個 Q， 唔是 Q， 呢個唔是 Q， 伊成錯呢，錯夾零嘅啦嘛。Jellyfish 嘅 texture， 伊成個隻 rubber band。Actually， 我冇食隻八嚟人，特別我係食下你咯。我哋錯嘅 beef trap。OK， 個八項冇食隻係咩啊？牛百葉，特別福建話人叫做咩啊？如果你叫咩啊？福建話叫咩啊？牛百葉。古人係咪嚟本咯？古巴，我咪每一晚話。古多，知唔知古多？冇啦。古巴嚇，唔知啊，我未曉啊。但係阿龍你講，辦公講咩大包啊？係啦，治療落幾巴嘅了，係咪唔知啊？治療四百九咯，400九跟住都多，係咪大包？嚇，是咯，400九講大包是咯，那麼顯意。對。你少兩個嚟食個。對。แล้วก็古巴嗰唔是叫做阿咪叫葉子味大包嘅。對。呢個咪個大粒。對，攞粒啩。大粒冇。點啊？我冇食糯米雞嘅咯。哦，哎呦，我食過隻糯米雞。你都早起嗬，你嗰隻糯米嗬，就已經正掉正直啊！你糯米落去，你其他就被食了咯咗，所以糯米絕對是賣嘅咯。係咪講錯？我唔會到人啊，糯米飯還是糯米雞，我食緊都是，還是冇。我食緊隻糯米雞，較濟過糯米飯。我都是糯米雞咯，濟過糯米。我是糯米雞。我本身是荷葉飯。對，荷葉飯你冇買隻啊？我買。一攤就一定會。這邊我諗冇Canada 我諗冇叫糯米雞哦，我諗叫珍珠雞，珍珠雞啊？呀，我諗是叫珍珠雞。係咪是珍珠雞？珍珠雞 because 伊做比上加珍珠啊，伊能講糯米雞是只錯，但所以你特別叫珍珠雞，上加嘛是上加叫 Cantonese 就叫。我唔知啦。Cantonese 就叫。我唔知。應該是叫珍珠雞啦，你看。珍珠雞啊，
因為人是叫珍珠雞，是哦，珍珠雞類珍珠是普的意思是哦。對啦，珍珠雞咯。我都覺得嘢珍珠啊，嘢盤啊，嘢一粒啊，伊有加一粒，糯米加鹹淡。對，伊較味咗成 fuse 咗只嘢嚇，伊盤。你是唔是第二人講有炒過甲無炒過？對，第二人講有炒過對嚇。誒我食糯米雞時，我屬個只較軟喎，伊成個無炒過係一種較黏嘅。然後荷葉飯咧，我都屬個只較黏嘅荷葉飯嚇。哦。會當奇怪啊！荷葉飯入面嘅糯米飯咧，香特別有荷葉包起來咯。糯米飯係對咯，糯米飯較就是，你叫糯米飯較就是到啲碗喺入面咧，你叫荷葉飯是荷葉包掉咯。香料特別是伊 presentation 無相。伊味素實你無相伊荷葉。而家是香包掉。對，伊大香不啦，伊蓮花。蓮花。但應該伊咧應該是無炒過，唔是咩？荷葉飯，荷葉飯就是直頭也去吹吼。哦，我知了，伊無係煮嘅數，人嘅糯米雞伊是有 sauce 嘛，人嘅藍嘅 sauce 都去吹嘛，所以有煮嘛。แล้ว荷葉飯伊是無煮，伊是炒色，I think 荷葉飯就開始吹色咧，半色嘅。吹色，糯米雞亦是古。你無可能無係煮了，你家去吹伊色喎，安尼打，你知哦？你特別有淡薄嘅 moisture，伊個係吹色嘛？我感覺到成個是有 pre steam 過嘅。你看做誒肉醬就是啊，做嘅肉醬啊，我誒拌啊都是炒過嘅就，你過一暝，你過幾炒，伊嘅 texture 係黏嘅就。哦，maybe 是炒嘅黏條啊咁配。唔是，我一粒，但是你無炒了個 separate 個生。對。哦。OK。炒了要個丁，伊就生。生是也嚟boil嘅，所以要。對，黏，對，要水伊到啲水滾了數。伊是有水滾嘅。個有來出去，無是個只係邊個？無是個只係。我講你冇是個只喎。我其實我講我無叫叉燒包，我唔是講我無是個食，我是個食叉燒包，是講食了無為食我別項物件呢。我唔是愛食。叉燒包是打包推出嘅，我是打包推出。我係掉門打包嘅。呀，但係是。你有見嘅物件都冇味，黏係咪嗲？哦，我冇味有見。我冇黏嗲。嗲 number one 都接見嘅就梅料咧，都係係咪？菊寶，我叫保利。保利是 Jasmine 參 chrysanthemum 是保利嚇。已經開嘅種，已經愛。我屬嗰隻鐵觀音。呀，我本是鐵觀音。我較屬個鐵觀音是較重嘅啲，較惡。冇鐵觀音嘅唔是咩？鐵觀音係清嘅。較惡。冇鐵觀音是普洱嘅惡嚇。普洱。鐵觀音是大館鐵觀音是最好咯，大館嘅出產啦，伊嘅 products 最好就是鐵觀音。依個叫咩 ？Silver Needle 係是鐵觀音。我唔知，我 Silver 觀音嗎 ？Silver 觀音嗎？我屬咖喱是香片咯。哦，香片。梗係 call 呢？我屬個 call。香片乜都 call。我感覺 call。冇啊！我感覺只胖，我睇到我都。你人講冇 call 啊，感覺只胖，你 call 咪使邊個胖嘅？我冇講唔 call。就是我你冇感覺，就可以關事你咩？是關事你咩？哦 ，OK。啊，只胖。我第一個料我冇暑假，那 call 嘅第我就那暑假，我暑假舊結嘅第。我無暑假成個清嘅呢，成個連罐水呢個料呢，我是要食掉一碟，我係知呢掉，安尼，呢個第，安尼攝，我暑假我冇暑假係咪雜菊花？
係啦，腳特別好，我試過食這邊嘅香港。我去食點心是成門有腳花嘅哦，因為香港大佬這邊時候你腳花，啊唔，這邊美國我這 city 嘅大佬時候你嘿，伊是伊腳花蛋，但是你叫腳花咧，你係咪第叫腳花咧？你都伊都好你一個豆有啲冰糖嘅，然後。你叫腳花嚟講，好你冰糖，然後你叫到嗰時，你使下幾滴冰糖，就啲拗入面，然後嗱嗱嗱，黏啲啲淡薄嘅腳花蛋。哇！我唔捌看過，我是到底這邊，我唔知這是香港還是我人這邊嘅大佬做呢。馬來西亞唔捌。大佬呢 ，because 我只香港做嘅物件嘛 ，because 這邊個了是香港嘅，我唔捌。你嗰個叫菊花，你嗰個叫菊花呢？依個有學路，菊寶有學路本。哦，菊寶。特別你有菊花嘅物件有學路呢？哦 ，OK。誒啊，別使我講玻璃啊，玻璃係咩？玻璃 glass。普洱。哦，玻璃是普洱嚟嚇。哦，普洱。哦，像誒。普洱地鵝咧嘛，依地殼咧。呢你就是我哋講完地殼嘅。哦。西柚嘅係你食油。哦，西柚 OK。啊，華特斯就是你嘅開念賣。講。你買隻，那個念係咪得？我買隻，我冇識隻，有運酸嘅都冇係。即係咧糊嘅啦，糊吹糊啊，糊頭什麼？哦，我知你俾大班嗬，我這邊แล้วลูกสุกาลูกเกี่ยวกับมีแต่แต่ว่าลีมิสจะ點心沙比啊沙比是咩沙比咧？沙比是菊寶菊花尋嗰啲撳錯啊咯。哦，撳錯哦。個撳錯嘅。小葉乾咯，是哦。是哦，可以叫小葉乾嘅是哦。唔知哦，撳錯，因為媽媽講佢撳錯就會記上面。OK，咁時你開車四字啊，你開車一檔你開到啦，搞到啦。冇得出嚟冇管啊。OK，八海位。八海就買計嘛。哦，仔啊，你騎到啲後尾啊，同佢。啊，對。哦，我聽到人講個絲網講出嚟嘅咧，聽到攞正 headset。headset 嘛。哦，我聽人講出嚟，臭話嘅咧，出嚟嘅蝦到啲騎嘅咧，停車，多數講停車。OK，拜拜。阿 John 啊。嚇。阿 John。嚟。就是 licorice。係咪叫做 licorice？licorice 係撳錯。哦，撳錯是 licorice。哦。嗱，我嚟講嗱，即係。哇，水到伊馬拉糕。嗯。所以伊馬拉糕，我同你講，伊是我食過最好食馬拉糕。伊馬拉糕香港嘅。嚇，香港嘅迄一間，是別單就是講。伊是鵝腸嘅。鵝腸嘅嚇，如香蕉，伊家去吹下滷嘅。哦。哇！所以特別單嘅咯。fresh 啦。來哦。一來是燒好了，燒了到了，喺你拿嚟整咯，一個嚟拿嚟去到頂嘅位，所以伊馬來糕是大地咯，你有陣是愛 share 來食，你一人是無可能食會了嘅。我這邊點心有人有迄個白糖糕本，我是個食白糖糕本。其實啊，白糖糕食咗嚇，你諗看到 Adrian 呢？這是你古巴玩嘅 Adrian 可以啊。阿咪阿叫 Adrian 是叫做小劍虎嘅吧？小劍虎嘅吧？小劍虎嘅吧玩，攏知唔知小劍虎三粒吧玩嘅？小劍虎三粒吧玩嘅啊？夠聲啊你！你是古巴玩係啊？古巴玩對，古巴玩對。係古巴玩。馬來西亞諗四行河諗啲隻點？嚇嚟啊！再講。馬來糕啊，伊有用即個yes，咱人用古蘭馬拉哥啦，但係香港人是用鵝腸嘅。OK 嚇。伊有用 yeast 嘅，伊有用伊嘅係個 ragi 嘅，香港，但你睇馬來糕是用米粉，但係呢，
白糖糕是用米切，哈，无像 ，OK，白糖糕你食落去一淡薄，酒味，有 QQ， 安尼，然後馬來糕伊是胖，伊胖伊是生打打，伊唔是落地，唔是落地雞，唔是雞。哈，誒，但我就講，我咪梅魯嘛，即係咁配咗梅，就講話，你啲就講雞卵糕跟馬來糕像哦，無像，雞卵糕無係意思，了對，伊是雞嚟，嚇，雞卵糕本無係bicarbonate soda。馬來糕有係 bicarbonate of soda。bicarbonate of soda 是 baking soda 咋？baking soda 是 baking soda， baking soda 呀，我要糠嘛，要糠，伊 bubble 真大粒嘅，伊 rice 塊。對。แล้ว馬來糕是不，I mean 雞卵糕咧是跟啊米粉跟卵去攪啦。雞卵糕啊，雞蛋糕是 sponge cake。哦。Okay, so that's the only difference. 馬來糕甲雞蛋糕無像，伊嘅做法本無像。我 so far 我大這邊我來甲這邊啦，我做馬來糕一道爾，因為一個大巴肚雜我亂我哋食，然後我做可以食，然後算了。你家己無少食啦。好食咯。我無少食，人大巴肚做人食咯。係啊，其實係 baby 嗰啲老暖。即係講做咩是煮食互人食誒？有。咁我們是煮食互人食，你去英國時啊去吹咯。伊食牛豬，即個講牛豬誒，食牛豬個牛肚，但係冇英豬，哦英呢，係做即個食英呢，係英呢。嚟未咁大一事情嘅事啦，我攞點正啊！諗起講誒，你就咱講四係，我成講下四係嘅時候，咱食點心地歡喜，就是一講了櫃嚟拿來嘅時候，一隻開起來呢，你愛下面，點嚟拿摸加了，即係愛啦，你呀加櫃到頂你看下，即係開心啫。嚇，伊嘅食啊，有陣時有燒賣會食啦，蝦餃餅食啦，技卡嗰度冇硬食嘅，可能有白骨啊、爆燉ผั嘅了，你擺咗時候，你看伊嘅食啊，哇！你講我哋常正梗係爽嘅。誒，對，本來我這邊啊 ，Kansas City 有兩間嘅點心啊，點解我較濟啦？當然冇出兩間嘅，我兩間裏面有一間，較細間係一間，係 still 塞佢哋車出來個。我嗰時塞車嘅爽，塞車嗬，車了咯，當然塞車嗬。我去 Australia， 我去 Melbourne 時啊，我係 student， 我係 ex-student， 坐我去食一間，佢 still 塞車喎。嚇，塞車特別好，特別我自己叫我夾到去。我夾到只水啊！甲人講，我夾到啊，伊個餅是金嘅，你知道，零甲紅嘅啊，我家己夾去。你是 OCD 甲袂曉講去，我看。不是，你睇咩數？我食點心係較濟，我冇講常去食，要當今日笨得咩？我個冇去。頂到嘅時我是去食是平常時，你家己一人都冇咩食，然後我係啱冇咩食點心嘅。我就俾單位哥啊，是我有朋友愛去，我甲去。所以我較濟去時是，我參一陣朋友就再去。一陣朋友去時候，你叫物件，有陣時一叫伊把丸仔一粒，有粒三粒，有陣時兩粒，你袂分，你知道？所以你咪特別加多加 ，OK， 你到頂有6個人，你咪是三粒，你咪是加做6地咯。所以真正好用誒，你夾去有時你免，你頂到嘅時伊有人加，袂曉加，會加袂斷誒。我就加人囡仔，伊是請嚟 high school 嘅 student 啊，阿嬤啊，會曉甲你講廣府話嘅名就，伊阿嬤囡仔 train 過伊講，這是叉燒包，內面有啥物物件，伊要 explain 互人聽就。特別有時阿嬤囡仔 high school 嘅 friend，because 伊嘅後生是上 high school 嘅 friend 咧，請伊 friend 甲你去做工到底邊啊，然後伊嘛 train 你人教人講嘅。有我諗這邊一行來是要每路愛加買加。嚇，對，有一人加誒，你要緊加誒，我學到嘅功夫就是我教我加只，你擦落去淺淺聲，要緊伊
多特别落甲去一半，when 你加时会得个对。你袂使安尼加到啲顶面咧，伊无当地会得嘛袂对，你夹起来你物件无安尼调调，佮特别家己去贴。所以我特别改啦，然後阿妹無啊，又唔改咧，我講免我家己來。我家有知道嘅時，我家人拖，伊講我有一支呢，啊，攞規間 restaurant 一支呢，我家講免我把我家己夾來，所以我病氣時我就夾倒去咯。然後我出名咧，人知啊。你夾倒是夾頭毛嘅，夾倒那是。不，我迄時到底等啦，我唔知是夾咩啦。伊是上家喺你古早有一個病，那大圓圓嘅病，咧伊頭，尤其是頭特別尖嘅，嚇頭尖，伊個界點。The guy with his own scissors。係你叫 Imperial Scissors 係。哦，伊有一隻紅一隻紅嘅金病，然後我家己嘢，我有一個鴨。伊領紅到啲凍嘅時候。伊就啲病，我唔知，我那時看你家己講我走去樓頂搖，你看，我有一個鴨，伊有一個 sponge 了底條，我下落去，我夾去，逐擺家己食嘅時，伊人迄個 restaurant 知嘅，伊知講我家己夾倒來。然後我去，所以我去教人。我較濟啥物？我較濟是參做工嘅朋友，往時呢先正係是我往時成講會 introduce 你無咪在 Asian 嘅culture嘅人後，我就去食點心咯，教人食咯，往叫做點心101咯，咁咪是教人 practice 講安怎啊？我看到人嘅 jet 啦，我看到人嘅 jet。佢哋講，我去夾多時，人講 OK， 人對我咩？你同我咪講咩啊？我未記，我佢哋都係 jet 啊！我未講咩啊？我未講咩啊？我未記啊，攏做啊 ，distract 我。我未講咩啊？講你 OCD 啦。唔是，唔叫我去夾多，人講先，人家己講你 chat room 講咩 ？explain 下人聽下 please。幫入啲講。個你講，阿 John，你帶掉暑假喺你玻璃第我翁嘢去點心嘅，伊玻璃第是2006嘅年嘅。阿 John 真係暑假久，真係久了燒了嘅物件。你講啊？應該是阿 John 是老了，嗰是zero preserve 嘅物件嚇。但是我講面是你唔捌聽過咩？伊有垃圾嘅款 that 過期了，2000年嘅時都是過期了，就一個小隻個。但是我打冰啲潮咯。冇唔是我記你嘅，就係講是2006，還是安尼 coincidence 定係？對 ，I think 是 coincidence 啊，我講。I think 第一名係流嘅股價，係咪是玻璃袋？係咪是玻璃袋？普洱，是有是普洱，普洱。伊人講是普洱啦。普洱，呢是普洱啊！保利啊！保利，就古就老就達類啊，好心路人。就咯，上九位記子啫咯，上九位記子。上九位記子夠位。我教你講，阿 John， 第二插背都係嗬，我可以看咯咋？我講你看，這個是啥物？不倒瓜啦！誒，等陣我學人看，喂。你看已經成粗啦噃，你講。嗱，硬食啊嘛，當佢硬食啊嘛。得啦喂，我真係你仔。Goji Force， 即係攞無嚟 clubhouse 攞就是 miss out 啦嚇，clubhouse 攞就是講緊係物件，你看，哎呦別，嗱 Goji 攞看啫，因為這是我嘅朋友。嘅表姐阿 John， 但是保利嘅第一我教你 shake hands。你好似嗰隻保利啊？嗱，知唔知較硬啊？隻 colour。我是講50年保利。攏看這 colour 是咩？這裡是你 colour 嘅問題 ，OK？你睇得咯，我都唔是這裡食。OK，等陣我看我另外隻。嗱，嗰啲 BDR。BDR 得咯，都冇半項。Google Meet 啦，BDR 有了。喲。
so 沙拉之类物件。等陣我一個我好啷看。有了。你個字俾你嚟啦。係啦，嗱，這是我好啷看我嘅角度嘅啊，這是個就點心嘅角度嘅啊，這是人睇我夾起是 ，OK， 即啊。แล้ว我好啷看我換 camera 叫係 food cam 是 camera 是之類。แล้ว你看那南邊，我而家關咗冇，看得到。可以嘅，可以 barang。這是要我個一對，即係佢做嘅，然後你夾對，แล้ว我諗看得到。哎呦，一飛看到，當你去 YouTube， because 這是 Google Meet 嘅數。係 YouTube 嘅。哦 ，OK。看啊！哇！加多誒，真係是車物件加多嚟，OK？這是假裝啊！你看你物件，古早人教因為假裝就是你看你。真係是無車衫嘛對，真係都唔是食物件。即係人剪彩嘅啦，人開店嘅是。哦，剪彩，伊是薄薄。誒，等我。伊是加薄加多嚟啫。誒，我到底 kitchen 嚟買 ，kitchen 嘅 section 嚟買嘅話。水，加薄一個掉。哇！好笑。水。阿 John 啊，你出幫。Kansas City 是出名啦。幫我看無 John。The Golden Scissors Man。全世界一 follow 啦，嘢 trend。我講咱聽人家己夾起，咱免叫人啦，你家己夾，聽下先。我細漢誒，你看這我 contraption， 我做伊啊，伊唔是先猜啊嚟啊，啊我有 sponge 了，我有這個 paper towel 包掉呀，所以你係嘢都就轉落去個都正嘅咋，你咪靠伊起掉嘛，所以一邊個一堆個 sponge， 你正個冚起來，一邊個 sponge 個擠掉，所以未走嘅對面 sponge。所以我頭先看時想到一個蒙層嘅，好料啊！我是一個 sponge， 我 sponge 剪掉咧，被 rattle 嘛，被叮當。OK， and 佢講伊無 OCD， 即係唔是 OCD 是蝦米？這是 professional。professional 啊 ，OK， 講下這邊先啊，咱6點鐘啊，咱係使去啉，咱係使去食早茶啊，當佢馬來西亞幾點啊？5點半，5點幾差唔多咪6點。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真歡喜今日嗬，安尼啱啱講咧一人講喎，講只係物件事，好了，到時咯講就只係少數，不但後尾一道俾特別講只。感謝各位聽眾 Clubhouse 嘅朋友甲。Google Meet 嘅朋友感謝啦，下個禮拜咱佢就接去聽鬼嘅故事，下禮拜拜，大家拜拜。YouTube 誒人咧，人頂一禮拜無看到 episode， 你這邊會訂，那是。為定看定聽這邊一定了時，都有正嘅時，但係我現條錄音是同啲，然後俾 T-shirt 到這邊，嚇，放減啲，唔是啲，不363 T-shirt 來啊，拜。